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 CALEBYCCSOW 拍片啦。咁我就之前喺 YouTube 抽獎，就抽到頭獎啦。咁就今日新開封嘅，有一張 X 卡，同埋有包節奏包。嗱，咁就有呢張。呢張，咁就呢張最好用嘅，就有粉碎同埋大分手。嗱，咁就有隻 Brave 地卡 Spirit 啦。咁就有咁多嘅。同埋有張 X 嘅，竟然仲有一張咁嘅死人天地神龍彩線，我有啦，真係衰嘅。不過是但好過冇，同埋唔止咁樣嘅，我今日就去咗買包 Backpack 2啦，咁就已經有拆咗㗎啦，港版嚟嘅。就係咁啦，有張5分嘅積分卡啦。咁我就想講我而家有幾多張積分卡嘅，等等。咁我而家現時有嘅積分卡，我就同科擺埋一齊啦，30粒，咁就擺翻先。咁積分卡咗方便，咁我就下個禮拜買多盒去要嘅5啦。因為呢度有一張啦已經5啦，10、15、20、25、33、35、40、45、55、56、65、70、75、80、85、90、95、100、150。唔係105啦，咁呢度就有105張積分卡。Oh shit！咁就歡迎大家嚟 Facebook at 我嘅，咁我就呢次會抌本啲寫埋我 Facebook 嗰個地址俾大家 at 嘅，咁就其實我個樣都係咁嘅啫。咁其實我都唔想用鏡頭啦，咁樣啦，其實就係咁啦。好，拜拜。